咱就回头来看昨火烧的这栋高赞楼的大楼，这个规栋拢是千柜 KTV， 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敢若开放到7楼、8楼甲9楼来营业。导火点伫5楼，现场拢是浓烟，经销到场疏散大约200个人。一度有民众想要来跳楼，嘛有人挡袂住高温，规个人是挂伫个大楼的外墙，非常的危险。走出来消费者讲，根本就无听到警报器在响。喷水的设备嘛无作用，是隔壁包厢的人甲因通知，因才逃命，赶紧走出来。乌烟一直冲出来，他们并有真侪人伫遐想要嗅到新鲜的空气，嘛有人一直下衫裤，希望讲消防人员会看到，赶紧甲因解救落来。有人真正挡袂住高温，爬出去窗门外口，踏伫窗门的盾。另外有几个人爬起来楼尾顶，等人解救。哪一个？好运走出来，差不多大家面拢是乌麻麻，毋是摕手机啊，甲厝内人报平安，都是咧联络找朋友，敢有走出来。甚至有人虽然互人救出来，伊原惊甲哭出来，朋友甲揽掉咧。还有一个做老母听到消息了，赶到现场，本来厝门查某囝有够烦恼着急，加在路边啊，看到因宝贝查某囝伫咧检查身体。伫现场，毋是大家拢遮好运，会使顺利走出来，因为内面拢是乌烟，真侪人袂有逃生，拢昏倒在地。虽然讲被救出来，不过拢唔知人，甚至已经无咧喘气啊。伤到病医嘛是救袂倒来。唱到一半，隔壁房敲我们说失火了，我们才赶快出来，就发现我们要下去的时候也没办法下去，因为烟雾很弥漫。那我们后面发现就没法下去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聚集到我们这间包厢707包厢，然后躲在厕所，然后尽量的沾湿衣服，然后来捂住我们口鼻。无警报声，嘛无工作人员去甲因通知，甲人挖苦房间内面的人客，互相的通报，消防设备根本就失灵，无作用。他在1月跟建管处申请合格之后，他事后的整个安全的维护计划，事实上应该是还没有提报。他有做这个关闭的情况，所以现场的初步的这些火灾的警报设备、广播设备都没有运作。要伫营业的7楼到9楼5项消防设备，包括排烟、喷水、警报、自警器、风扇系统，拢总被关起来，造成火烧厝的时死伤惨重。指挥表示讲，即马上要紧的就是要救这伤患，嘛配合后续调查，绝对袂推卸责任。不过，受伤人家属是真无谅解，拍算要甲告。